邪惡嘅核心，流心西多士。仲有點少得沙爹牛肉米通啊！好濃郁。今日嚟到旺角嘅老禮冰室啊，除咗懷舊風味之外，連嗌人專區都有啊！而家6點鐘都未夠，已經坐滿晒人啦，坐低飲咗啲邪惡嘢先，紅豆冰、華田脆脆，頭盤食個手撕雞，再加個生菜包先。生菜包啲肉呢係有少少乾，加翻啲湯落去呢就平衡翻件事。食咗個芝蛋熱香餅，佢嘅熱香餅呢落多啲蛋咧，食落去好濃香。不過呢，我都覺得呢唔夠邪惡。呢個係新出嘅沙爹牛肉米達呢，有菜脯，有花生，有蒜香，哇齊晒！喺沙爹牛肉麵出邊嘅嘢入邊，佢都有齊晒咯。呢啲米通咧，你食通粉係唔同嘅，好濃郁，係米通都有一種味道嘅。食下啲嘢，佢啲牛咧唔係醃到滑潺潺嗰啲牛嚟，呢個沙爹牛醬咧係撈乜都得，撈埋壽司雞，撈埋生菜包啊！好食。邪惡嘅核心，雪糕流心西多士。浸先啦。點可以忍住唔食啊？埋單先200零蚊，仲想點？